觀應，廣東香山縣人，自細喺澳門接受教育，後來到上海工作。返到澳門之後，佢潛心編寫嘅《盛世危言》，提倡改良主義思想體系，係後世嘅基石，亦都係照亮後輩嘅明燈。作品採用咗大膽超前嘅懸浮工藝，上層可見書燈長亮。鄭觀應先生喺書房揮毫潑墨，墨水順流而下，年輕一代閱寫，並傳承呢個中國近代思想史重要嘅篇章。作品更加融入澳門鄭家大屋之中嘅裝飾藝術，例如灰塑浮雕去構成書桌基底，灰塑常用於祠堂、寺廟同大宅等嘅建築上。配上富吉祥寓意嘅裝飾元素，由富貴吉祥及年年有餘，躍升到鯉躍龍門及豐厚，盡現對家宅同美好生活嘅期盼。